係舊路邊有人坐喺度，黑暗遮住咗佢哋對眼。自從出世之後，從來冇見過陽光，上帝喺人類中間展現咗自己。我係世界嘅光，混合裏囚喺佢對眼度，講啲被盲人嘅啟蒙說話。去西羅亞池洗，清澈嘅水流喺希望之中，佢帶住一個小小嘅信仰出去。洗完之後，突然間佢見到光，光線充斥住佢對眼。人哋喺佢身邊爭論，邊個開咗個黑框嘅眼？佢係個罪人，佢當佢係個先知，佢哋趕佢出去，但係主又喺街上見到佢。佢溫柔嘅眼神叫佢個名，佢喺沉默中輕輕閉。你信送人子，佢真真地在嗎？先生，佢係邊個？主溫柔地對抗惡徒，佢而家同你講緊嘢。佢係個罪人，我相信從生命嘅黑暗中光爆發出嚟。我喺愛情面前鞠躬，佢對全世界講，無奈係為咗令睇唔到嘅人可以睇到，而睇到嘅人可能會盲咗，令我哋明白啦，所以你嘅罪仍然存在。主啊，打開我嘅心，喺生活嘅黑暗之中，等我睇下你講緊嘢，喺愛嘅光下。